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来境外病例，1人死亡，但市长嘛讲，咱国疫苗的所谓的电子认证已经规划好势。淡江大桥8里段的主线今仔暗时10点正式通车，针对家人结婚的争议，苏贞昌呼吁中央甲地方爱合作。行政院提出刑罚3个人以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上济5档改判10档。立法院公听会将对刑责重大为定义有真侪讨论。新闻台4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例本土病例哦，一个伫台北市，第二个新北市，2个人的CT值拢已经超过30外咯，嘛已经考出接触者居家隔离，对社区的影响无大。今仔嘛有6例境外病例哦，有一个死亡的案例。今仔日开始哦，嘛开放第12期第2阶段 BNT 头1档甲莫德纳第2档的预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有2位本土的案例，6位境外移入的部分，有1位死亡的个案。所以就这2个案例个案来讲我们对于目前来说，就整体的疫调对社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目前我们在第12期第2阶段，那 BNT 第1剂的预约的状况，截至1点的时候，那符合 BNT 第1剂符合资格的有932724位，那已经完成预约的有536948位。莫德纳第2剂的部分，符合资格的有557531位，那已经完成预约的人数有237111位哈，所以也提醒大家，还没有预约的就尽速来完成相关的预约。因为疫情缓和，疫苗的注射率提升哦，愈来愈侪人望讲会当来放练边境管制。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疫苗的电子数位证明哦已经规划好势，咱国外交单位等下协助互相认证的谈判。陈时中嘛强调讲，因为疫情哦随时拢会有变化，11月初2未过降级，也毋过哦大商等下到台湾，敢会来开放居家检疫，指挥中心目前嘛在讨论哦，2礼拜内底就会公布。新冠肺炎伫全球滚价将近2年，各国电子疫苗了后，拢推出疫苗护照者证明。有立委关心台湾电子疫苗证明是毋是已经完成规划？另外部分台商伫中国完全注2期中国疫苗，台湾是毋是成真？不一定交生，不一定中国国药还是科兴，它会是在我们的电子疫苗的证明之内哦。WHO 有认可，当然是有一个国际认可的一个标志在。对，所以这地方我们一定要列入考虑，除非我们有能够有证据显示它的药效效果是不足的，那我们再把它排除。另外，新冠疫苗伫台湾拢伫咧做，暗过台北华北公园却因为动线规划真乱，地数部分老大人伫咧河中排队，引起未少民怨。但市长回应表示，已经协助地方政府加开5个大型注射站，也有疫苗注射护理队提供资源。你有没有了解现在我们到底在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力上面够不够？在台北应该有1200多位。可以来辅助，就已经退下来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可以形成那个注射队。但市长强调，虽然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不过11月初2未过降级，对春节期间真侪大商回台湾，防疫旅馆需求大，是毋是开放居家检疫？但市长表示，疫情变化大，若直接回去隔离，也是有点烦恼，不过会纳入考虑，按算2礼拜内会公布相关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啦，基进党的立委陈碧惠罢免案通过，今仔陈碧惠伫立法院质询，加一位民进党的立委特别甲伊鼓励哦，过来立委阁要补选哦。陈碧惠是讲，希望基进党哦继续派人参选。民进党嘛开始讨论讲罢免的门槛，刚阁要修法。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就算用旧的罢免制度，陈碧惠嘛是会防罢免成功。朱立伦是批评民进党哦，只是找对家己有利的方向尔。陈委员早安，委员早。早。我注意到前阵你去美国。罢免通过了后，陈碧惠第1届质询是回复台语来提问。伫伊质询进行几名民进党立委嘛来为伊鼓励，民进党团将召外建民嘛找伊来讲这话。好了，好，我们还有1个礼拜嘛，不要这样。
这届罢免通过，陈佩伟对着是不是应该来修改选罢法是无意见，不过对着留落来的立委时数，伊是希望基进党会当继续来提名党员参选。因为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很多都要回去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可能要先看一下祖宗18代有没有人犯罪偷窃。而且可能立案通过罢免投票的台北市中正万家区的立委林长佐对着选罢法讲应该来修法，伊是回应讲，既然去点名是下一个对象都无适合来讲这，今嘛嘛无思考要安怎来应对。到底什么样子的策略是最对的？我想这个还是也不可能一时之间就真的可以去把它规划清楚嘛。那但我们会非常严肃的来因应这一个问题。今嘛民进党来对着罢免的相关规定是应该来修法是无同意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民进党给他选择对着家己有利的方向。只要他们认为是对的就对。昨天嫌罢免门槛过高今天又嫌罢免门槛过低。那只要罢免对象是国民党的，他们就觉得门槛越低越好；如果是罢免的对象是绿营的，他们就门槛越高越好。朱立伦强调，就算是过去旧的选罢法的制度，陈佩伟的罢免也是要来通过。不过朱立伦并无来说明国民党对着这个议题的态度。记者张志雄、平遥组吴家宝台北报道。再来看公路总局宣布讲，淡江大桥8里段的主线已经完工了，今日暗时10点正式通车哦。也毋过主要的阶段会伫2024年完工通车。面对家人结婚的争议，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呼吁中央甲地方爱合作。连接8里甲淡水的淡江大桥，8里这边主线完工，25暗会正式通车，希望当改善第64线甲第61线路口塞车的情形，分散台北港区的车流。原来的台61往北是断链的，那这一次的通车，我们往北推到801交流道。多了4.7公里多了4.7公里。同样的，这个台64这里有专用的往北上下匝道，可以去接13行博物馆整个文化园区。公路总局表示，淡江大桥主桥的这段按算113年的完工，赛车就会当直通淡海新市镇、甲北海岸、缩短淡水河两边往回时间。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参加8里这边主线通车的典礼，针对最近家人结婚路线的争议，伊讲中央甲地方拢爱合作。经过北基的所长，大家一起商量，有的希望延伸，有的希望地下化，这一方面都是希望能够让它得到最大的功效，都没有错。而只要对地方有注意，中央都会全力来支持。当时整个4个首长在拍照的时候，我发觉这个柯市长也露出难得的笑容哈，所以当时他还没有反对，包括新北跟基隆的这个部分哈。针对台北市长郭文泰伫咧人面册批评家人结婚4年来的经费为80亿增加到400多亿，开工的日期还一直无确定，是一场骗局。交通部回应讲，家人结婚的路线是经过800支首长沟通平台才有的共识，所以一定会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网情小玉涉嫌利用 AI 画面的技术做出影视影片来卖，受害者立委高嘉瑜甲议员黄捷今仔开记者会，因呼吁爱拒绝所谓性暴力，嘛要求法务部等单位爱赶紧来制定 AI 画面相关法律的修法。摕解说手帮煞唔画口号，用灯谜来表达抗议，因为网红小玉用 AI 的画面技术。制作名人合成色情片来咧敛钱，包含总统蔡英文、立委高嘉瑜、高雄市议员黄捷这个人拢来正做受害者。高嘉瑜伫咧25举行记者会，强调讲，即卖法规还阁无够硬，会来适当刑法第10条，增订性隐私影像的定义，并且增订刑法侵害性隐私罪章，会甲刑度有关到上悬7年徒刑。如果是意图盈利是贩售等等的。而犯第一项之罪呢，我们会可以加重其刑到1/2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的强暴，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
指责这样的事情。把这个科技用在这种性隐私的影像上面，我们是可以加速它的立法。因为受害者往往是以妨害名誉的罪来甲提告，这算是轻罪，甲犯罪甲比起来，这是无碍着赔。黄捷拜托立法院爱紧的来修法，唔通阁有受害者。国家如嘛要求相关单位爱紧来提出修法的版本。到底要从哪个方向去做？我觉得可能让我们有一点点保留。那我们会尽快的在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之后，可能会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CC 目前也在针对所谓的数通法、社会通讯传播法来进行草拟，中央主管机关就可以依据数通法去要求线上平台来做相关的处理。考虑到韩国的处理方法是先强制下架，并且追究相关人的刑责，国家如要求 NCC 可爱把这部分甲纳入去修法，再当伫第一时间遏止这的不实的影片世界的流传。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培养马摆尾，高雄城中城火灾、加公安事故，拢造成真侪民众的死伤。也毋过现在法规过失致死罪上当判5档，真侪团体拢质疑讲伤过轻啊。行政院决定要修法，上当要改判10档哦，已经送立法院审议。立法院今仔嘛召开公听会来讨论。高雄城中城大火涉案的女子互检方认定有过失致死嫌疑，列为被告。代替泰鲁阁和平车肇事承包商李其祥，也因为涉犯过失致死罪嫌遭到起诉。不过，即卖法规过失致死刑责上当少5年，引起各界质疑，刑度太过轻。立法院25日办公听会，探讨过失致死罪的证据。情形严重的行为人，我们来科以较高的刑度哦。我们是认为可以宣示加重保护社会共同生活其他人生命法益的一种立法方式。刑度随着这个社会观感的要求做一个调整，那我们这个方向是并不反对的。那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立法过程当中，那也要去想到可能触及到这个法律的多数的老百姓。为符合罪责相当，各兼顾社会期待，行政进行决定修法加重刑度。明定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情节重大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重大，而且致死3人以上死亡，相当应处10年刑期。不过有法界学者认为，死亡减刑不应该作为论处的标准。这个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完全破坏了立法体系哈。到底这个3人以上，他其实就会完全去限缩了法官裁量的空间。法界专家学者普遍支持提悬刑度，不过如何定期情节重大，应该理解做行为所示，冲锋冒进的严重程度，致死重大过失。另外，针对上诉警察官也建议以同罪处断，应以加重伊的刑责2分之1。记者综合报道。过来，餐饮集团王品哦，宣布对今仔开始，并今日介绍要起5%。咱过来油价嘛已经连续起几礼拜了。主计总处公布9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2.63%哦，嘛是8档来上悬。今仔早起，主计长朱刘这名哦，伫立法院嘛表示讲，咱台湾目前并无通货膨胀的现象，也毋过因为国际油价一直在起哦，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哦，伊会特别来注意物价的问题。受到国际原物料价格大起，人事成本嘛跌咧压悬。王品集团为10月25开始，因下底餐饮牌子价格平均起的幅度差不多是5%。国内油价嘛已经连续起4礼拜，加上9月份消费者物价 CPI 年增率是2.63%，是8年半以来起上向的，引起有拍卡经济的疑虑。早起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伫立法院表示，拍卡经济是物价要有普遍、持续而且明显直起的情形。目前咱台湾并无出现这个现象。消费者物价指数第2季是2.12，第3季是2.29，趸售物价第2季是11.06，第3季是12.03。这样的看法，你认为今年的 CPI 会不会平均都会超过2%？因为现在1到9月份平均是1.74，如果要到超过2%的话，第4季大概要超过2.8%。朱德明表示，主计总处9月份针对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做商品调查有368项，其中有起的是202项，剩的100多项是属于无起或者是落价。
伊讲目前国内确实受物价起价压力，不过离严重大起还佫有一段距离。目前按算今年 CPI 年增率是1.74%，按算规年也是会伫个2%以下。若国际油价持续伫个起，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政府会密切注意物价问题。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讲钱就无开啦，吼，1000块买无几项物件的相关的物价哈，是整体来看，好各个面向都会注意。那当然现在进口的能源的部分，国际上哈比较有压力，但是还有国内的相关的物资呢，我们跨部会也都会同步来看。王美花认为讲，进口能源确实会较有压力。不过菜色部分，热浪虽然因为做大水有起价，不过目前菜色价格有落，猪肉甲鸡肉的价格嘛拢有掌控住咧。另外电池袂起，天然气到年底进前嘛袂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中哦，国内疫情的探息，股东会嘛拢延到7、8月份才开哦，嘛开放部分公司会当实时来开股东会。经济部即马是拍算讲要来修正放任公司发展股东会召开方式。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哦，修法的版本已经送行政院审查了，上计明年的3月份股东会进程就会当完成。因应新冠疫情，立法院经委会审查公司法第172条自治修正草案，条件5的版本拢主张开放，公开发行公司应实行开股东会。因为条件立委高度重视，有希望先通过初审，要并这会期3读通过。经济部应该自己本身有一个版本，现在送到行政院，在的规定是，公司一定要订章程，都可以视讯召开了。这一个礼拜，也有很多的意见进来，所以我们会在院里面的时候会在西部讨论。今年金管会5月底宣布史上第一摆延后股东会，差不多有1900多间上市贵公司延到7月到8月开股东会，同时集保中心也紧急启动应变，宣布于8月16以后延开线顶实行股东会，不过实际执行的公司只有17间，用实行股东会无甲1%。有立委认为，实行股东会存在治安、网络塞车等行政问题，较出亲像东源股东会，佮逼出经营权之争，线顶开股东会恐惊争议佮较大。线上的股东会议有争议的时候，有断讯、有消音、有股东身份重复，线上股东会出现2个老板在讲话。这个争议怎么办呢？金管会就会就这些相关的细节、治安的问题、确保顺利的问题等等，它细节办法会明定。离开这批网络实行股东会，应认为操控这问题要佮配套。王美花表示，已经邀请业者讨论研究。金管会指出，相关细节做法有关在制定当中。不过未来若当年股东会有经营权之争，或者是该选当干事，金管会真可能会排除用实行股东会，以免引起更较大争议，影响公司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搁在新闻，咱来看中华民国第50当前哦，因为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退出联合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指出讲，当初的决议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哦。习近平的讲法，亲像在回应之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祖强讲的中国有误用第2758号的决议。习近平嘛强调讲，国际的规则只会当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来制定哦，未当由个别国家来决定。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满5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北京发表谈话。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讲50年前的今仔日，联合国大会已多数通过第2758号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伫联合国唯一一个合法的代表。佮强调讲，国际规则敢若会当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袂当由个别国家甲国家集团来决定。直接回应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祖强进前捌讲中国误用2758号的决议。在联合国宪章当中，第5条仍然存在中华民国，所以未来如果要重返联合国，我们仍然应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来重返联合国。政治上维持模糊的弹性，
在军事跟区域安全上那条红线不容侵犯台湾的红线走向战略清晰，这是这一个阶段的国际外交发展的趋势。那这个发展对台湾的和平稳定是有莫大的帮助啊。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文是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阿尼巴尼亚等等23国提案表决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组织内底合法权利的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一个合法的代表，嘛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日子。不过，最近美国真正展现挺台湾的立场，唔但公布台美讨论扩大国际参与会议的内容，外交官员嘛表态，希望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联合国。那么加入联合国，就等于是被全球国家所承认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对台湾参与联合国，那么会有很多的这个杯葛哈。那美国出面来让台湾能够不管用什么名义来参与的话，那么这样会对台湾有很注意。学者认为讲，若是台湾成功加入联合国，等于是主权有互国际承认。因为台湾议题伫联合国是政治层面大过专业的层面，而且中国伫联合国安理会有访国权，台湾要加入的困难度真悬。美国敢会有关美中对徛紧张的态势，也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伫加拿大西部太平洋外海载化学品的货船发生火灾哦，流出真侪有毒的气体。负责救援的联合指挥部是表示，目前火已经受到控制。另外，这台船伫导火进前哦，因为风影上过大，有4载货柜落伫海里。这只货柜船顶悬火是一直冲出来，大火为船的甲帮拖去到海面的。加拿大海岸防卫队表示，2日早起接到通报，一只伫咧加拿大西边太平洋外海的货柜船济姆金士顿号，船顶有2个货柜导火，火是探了真凶，阁烧过境，边仔有10个货柜嘛同款导火。Social media from the company itself is report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fire is actually out. We still see it smoldering. What they were attempting to do is let the fire burn down. In other words, the container consume itself with the fuel while keeping everything else around it cool so that they wouldn't ignite. 负责联合救援任务的指挥部表示，船顶有16个船员已经从退离去澳吉顶到码头，不过也有5个船员伫船顶斗拍火。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只货柜船有载52吨的温源水盐，其中2个货柜内底无机温源水甲导火。海岸防卫队已经伫附近1海里的所在设立紧急区域，嘛讲导火会释放有毒的气体，不过对海顶的民众未造成危险。Resolve Marine and Salvage has been hired by the vessel owner to continue conducting firefighting operations, support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 response, and salvage missing cargo on the west coast of Vancouver Island. 伫这场火会发生进前，这只货柜船就受到风影的影响，已经有40个货柜落落海底，历史海洋生态真有可能会受到污染。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强调讲，因当伫甲美国合作，要找出这落落海底的货柜。不过天气预报嘛指出，这片海域透风长食力，可能会致使找海底货柜的工作是更加困难。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加州的北部前一阵仔树林大火又搁欠水哦，也毋过最近煞开始落大水雨，而是搁造成公路淹水哦，路边的树仔拢倒去，之前树林大火的所在哦，搁发生土石流。车驶伫加州70号州际公路普拉马斯郡路段，沿路因看到边的山壁一直有水向下骹冲落来，出来去都看到头前的道路被大地石头挡掉咧。这附近伫今年7月，因为发生这州史上第2大迪克斯野火，伫欠少树仔根部的广告之下，拄着暴风雨，迄时阵烧出的山壁必损，即马正做是土石下落的管道。暴风雨向南移动，伫旧金山湾区造成水患，电线被吹断去，气象官员警告，暴风雨气旋吸收大量太平洋海水，带进大陆，西岸可能出现250毫米的雨量。进前暴风雨扫过普特郡天堂镇，拄为厝内底准备出发带队比赛的卡球教练普林兹，拄着树仔缀伫厝顶。迄时阵3岁孙仔甲家属拢伫厝内。天堂镇2018年就遭遇到野火，当时有85人死亡。It hit our master bedroom in the corner, dropped over the house on our cars, and it's a 2-story, so the garage is under there. The garage is good, but our cars are pinned in. We'll just see what happens here and
take a day at a time。亲像加州经过频繁的野火了后，佫真紧受到山内做大水的威胁，安尼极端气候事件真紧转变发生，被叫做天气之变。根据美国科学监测中心的分类，加州大部分地区拢是伫个严重极端或者是特殊可怕状态。这热天的确是大火伫内华达山脉烧掉23万公顷的土地，当地到即马已经有真侪土石流的通报。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高雄的城中城火灾，互都市一寡旧的建筑物引起真侪关心哦。来看台南市区有一栋来啊大楼，佮有一寡弱势的民众住伫内底哦。部分的所有权人望讲政府会当斗3工来登记，也毋过都市发展局是表示，这栋大楼拢是私人的产权哦，必须要有共识，市政府才有法度来斗3工。在台南市区已经趴远真侪年的来阿大楼，内底是顶真侪粪扫，敢若电梯早就歹去啊！规个楼层是拢远远细细，毋过，互人感觉真意外的是，竟然还阁有7户的民众住伫这栋大楼内底。应该30-40年了有吧？伊人要住嘛是投资啊。我住足久啊，我住10几年啊。啊，所以无感觉无方便啊吼。惯势啊。会打足恐怖的无？对啊。来阿大楼拢总有14层楼悬，地下有3层，已经趴远10多年啊。英国内底捌有饭店、西餐厅、舞厅甲套房等等。有所有权人强调讲，其实大楼的结构并毋是像外界讲的遐尔歹。部分所有权人嘛希望会当原地改建。之前捌有多间的团队进驻，毋过因为无共识，加上长久以来拢无使用，才会趴远遮尔严重。拄讲都逐个来讲来吼，伊甲讲一平换一平，我讲我头半年我就答应，结果无影。伊要讲20平换5平啊，恁啦。啊，看只住我倒一个卖。啊，建物所有权大概高达50多个，意见没办法整合，市政府就很难介入，所以大概没办法进行后续的工作。基于这个公共安全还有这个整个都市的安全发展这个角度来协助。高雄城中城大楼火下了后，都市旧建物的问题引起外界关注。地上物所有权人甲地主的意见若是无共款，整合都有困难。公部门敢会当辅导办自主途径，因若针对有危险的旧大楼，目前敢会当由公务单位定期去稽查，甲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科技厂立即电哦，按说要到苗栗东螺科学园区来设厂，也毋过哦，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讲会有重金属的污染影响到环境，要求废水爱全讲全排。伊嘛不满公司哦，拢无出面甲民众来沟通，今仔嘛去环保署定情。一泡一泡黄金面的吊影，就亲像一块金黄色大画布。每一种农作物拢是苗栗东螺甲西湖乡农民辛苦种作的结晶。毋过，当地民众即马烦恼的是，中原大工厂立积电就要进驻东螺科学园区，一摆要增加5倍以上，讲是化学水的氢氟酸排放量。也希望他们建设，但是因为立积电呢是俗称化骨水，叫王水，这水到西湖溪来的话，我们整个西湖溪就完蛋了。它的废水就直接的排到西湖溪里面了，完全漠视在下游有18处的农田的取水口。这期废水会排入东螺甲西湖乡的重要河流西湖溪，污染土地甲农作物。立法会连锁乡亲表示，当地并无反对商业进驻，不过要做好配套措施。因认为只有全港全排到出海口，才能解决负面的影响。不过，立积电到即马无甲乡亲沟通，环保署出面接受定情书，说明即马审理的是德科环评变更案，也是反差分析。开发单位是德科管理局。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工厂的环评案，所以立积电其实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开发单位。那从法律面来说，我们约束的是竹科管理局，然后再透过竹科管理局再去约束它进驻的这个厂商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保护对策。德科管理局伫第3摆初审会议顶悬，也提出相关防治对策，要求进驻厂商要增加限制空气处理设备，做源头的管理，减少氢氟酸的浓度。不过乡亲希望全港排海日一观察的承诺。因为农业处水口开始遭到污染，土地会受到重创。记者综合报道。
2021年的秋斗重点是年底公投的4大议题，望讲鼓励民众拢出来投票。秋斗的行动11月13会对屏东出发，一路往北，会安排演讲，邀请执政党的代表来辩论内阁多半猪肉甲海草大议题哦。伊嘛呼吁苏贞昌的团队到各地来举办政策说明会，甲民众来对话。12月12礼拜日会伫台北总统府头前集合。万岁！万岁！万岁！以行动着靠西民进党政府独裁专政，真侪民间团体选伫台湾共和节这一天表达共和民主、人民做主的诉求。伫立法院头前启动自2021年秋斗，呼吁民众伫12月18徛出来投公投票。立法委员只有党意，没有民意，唯有公民投票。我们希望用公投的方式，能够来让民进党收回进口莱猪以及要破坏藻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藻礁和莱猪呢，其实它面临的都是程序不正义。那么，在一个民主国家呢，其实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呼吁我们全民一起来反莱猪。救藻礁。2021秋斗要于11月13礼拜六为屏东出发，向北沿途宣讲，也邀请执政党各地民代，或者是党公职辩论内地甲海草大议题。同时也向行政长苏贞昌发声，请苏内阁下乡政策说明会直接对话沟通。按算12月12礼拜日，伫台北凯达格兰大道集合。反独裁，护民主。记者综合报道。秋天甲寒冷哦，是高雄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季节。南部的反空气污染人民是批评讲，高雄市长陈其迈有答应每3个月就要开一届空气污染防治会议，也毋过只有伫3月底开过一届会哦。高雄市的环保局是表示，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嘛已经甲市长约好时间，年底之前会阁开一届会。25早起，全台空气品质各县市大部分拢是青色，敢若高屏地区是黄色普通。秋冬的季节到啊，环保团体嘛烦恼高雄的空气又搁变歹，而且市府答应定期召开的空污防治会议，今年都敢若开一摆。17座的煤电的气电共生锅炉，改善的时间表也都还没有明确定出来。那我们也希望说，空污防治的会议和相关的措施能够不断的积极的进行。环团表示，市府陈其迈要亲身出面接定情书，嘛答应真侪项空污改善措施。不过，按照空品监测的数据，今年顶半冬高雄各地方测站数据平均拢退步。空污防治会议本地3个月开一摆，下半冬煞拢无办。不过，台商回流恐惊会增加用电量，而且高雄搁摒细推设科学园区，嘛互因烦恼空污恐惊会变做高雄当年的问题。国内的疫情的关系哈，所以大概6、7月的时候，疫情算是比较严峻的情况。但是我们在秋冬季节的这个空污防治的工作都没有停歇。市府强调是疫情的关系，才致使会议暂停。不过改善秋冬的空污，已经伫4月甲7月召开2摆的土炭管控协调会议。要求气电共生厂秋冬季要减少16万吨的土炭，嘛要提出减土炭的计划。啊，那台电大拿厂也预计伫秋冬季节减少50万吨的土炭。整体改善计划拢有咧运作，且环保团体放心，因若继续咧安排市场的时间，预计年底进前就会搁一摆开会。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吉安乡哦，最近出现真侪乌色狗虾，防疫所鉴定讲是常常出现伫中部地区的油乡琉璃虾哦，这嘛是头一届伫花莲发现，数量阁真侪，嘛造成民众真大的困扰。花莲吉安山脚的左强步道停车场便所的壁，步道顶悬四界拢是乌色狗虾，连树叶顶悬也是白皱皱，游客小可停伫遮都会被上身。它有时候爬到人家身上，有时候会咬到人这样而已。屠杀的不完呢，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之前都用杀虫剂去杀了，都在处理，它越来越多，没有办法。附近的客家真困扰，狗虾愈消灭愈多，严重影响居家生活。我们所有的邻居都反映说，
很多蚂蚁都从天花板掉下来，甚至我们吃饭都会掉在餐桌上面。自己摩托车就是整个车厢里面全部都蚂蚁，就是明明里面都没有食物，但是他们就是会进到里面去。经过鉴定，这狗仔是台湾原生种有形琉璃鱼，因为属于多基河族群，使用杀虫剂制造成群体断开，建议用雕灰有毒鱼剂将集体消灭。使用硼砂3%，那再加上蔗糖水10到20% 的这个比例，它的工蚁会把这些带回去喂食以后，那再慢慢的把这些的蚁巢的蚂蚁来做一些防治处理。这种狗仔以前拢伫中南部出现，花莲是第一摆发现。防疫所认为可能甲耍食物图有关系，因为因甲白骨神甲龟神共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婚姻关仑背乡的关岛鹦鹉树线有4公里长的孟加拉青蛙，嘛形成一个绿色的墓坑哦。有真侪人拢会来遮翕相，也毋过有在地民众定情讲，遮青蛙的根哦真切，若去拄着风台还是透大风哦，定定都会倒去，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来处理。现在这个台北季风的季节。来到云林仑背乡要通往麦寮线道鹦鹉树线，两边的孟加拉榕树真悬大，形成绿色隧道的美景。虽然潮起未少民众来翕相，但因为这树仔千斤，若拄上强风，恐惊有树仔倒的危急。当地民众向民台定情期盼来修正。拢会倒啊！伊遐吼，咱无啥有紧了，系啊，拢会倒。一有下雨或什么，那风吹的话，它重量会增加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就会容易导致那个。它可能承受不了那个重量。文管府干部处表示，鹦鹉树线两边的孟加拉榕树都有一轮清丛，但因为大丛树基茂密，超过修正一丛需要开2万块，总共修正的经费至少要1000多万。目前的新规划修正树根起根，降低影响行车安全。这边啊，这政府的就看安怎处理，这件要么建管嘛，排建没人建。我们会请一些专家来帮我们建议怎么个修法了修的线的那个线型的那个形状那符合不能修的太过头了。干部处表示，这路段过去风台天，莫因为树仔倒去造成交通意外和停电等事件。目前规划每年拢会安排检查路树，会先来处理修正最尾段到风量段，至修正树木的方式，各会和当地村民讨论建议。记者为你报道。因为疫情国内花的产业是影响真大，最近就有协会推出伫厝林学插花课程，老师嘛伫网络开课协会补助老师佮学生啊材料，佮真受到欢迎。花艺师当咧分装花材，准备要甲花送去学生厝林，互因伫厝嘛会当上花艺课。因为今年疫情，真侪活动拢取消，花卉产业受到真大影响。而且因为在艺班社区活动嘛暂停，未少甲插花老师常常无工课。为着顾规个花卉产业，中华文心兰产销发展协会发起防疫伫厝学插花计划。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了，那对花卉的整个采销链来讲影响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推了这一个防疫在家学插花的活动，让我们的花艺老师可以持续有他的教学。当我们花艺老师去花市领花的时候，他也可以同时带动去购买其他的一个花卉的部分。撑住，旋转的地方都会有。回宾顶馆这位花艺老师，就配合这边的活动，在咧甲学生上网络插花课。唔来当加减有收入，学生嘛感觉讲，这款上课的方式会当看甲真详细，学不到的所在嘛会当点看影片。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视讯教学，我们学生跟互动，然后我会把花材，比如说用 Foodpanda 的配送方式啦，或者是比较近的同学可以到我家来拿花材，我就会在家录制影片，然后让大家看着影片来插一盆花。那其实透过视讯啊，我们就是可以不停的看回放，然后也可以针对就是老师比较特殊的插法跟技法的那个段落，我们可以放大。新冠疫情强迫经济产业改变原本的经营方式。中华文心兰产销发展协会就5万讲，利用网络花艺教学，增加民众用花装塔厝内兴趣，唔但增加花卉的销量，嘛互花艺师有通趁食。记者综合报道。
印加果是真有营养价值果子。云林岛南的旧社区最近有加空间通利用哦，民众就用来种印加果哦，佮甲在地其他的产业来合作，望讲会当来促进地方的发展。看即寡云林人唔惊日头晒，骹手正美丽，历史加摒扫也整理盆栽。云林岛南旧社区最近搬到新的空间，因当咧规划讲要来种一寡物件，结合在地原来的产业。互社区愈来愈发展，头起先就先对印加果开始。印加果变成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产业链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花生糖他们已经是一家3代了。印加果又个合作印加土豆、南美油田，主要分布伫秘鲁、巴西等热带气候的地区。即马引来台湾，伫真侪地区拢通成长，而且好种阁好顾。旧社区就按算以印加果为主来种植，伫日常当中发挥印加果的特性，也按算开发相关的产业。我们隔壁的那个庭院也要来做一个凉亭造景。我们做凉亭，它有一个构想，就是用印加果，因为它是攀藤的植物，所以它可以攀在凉亭上面，可以让长辈来乘凉。种印加果的成果若好，社区未来也要继续规划无共款的作物来种植。望讲，互地方的产业愈来愈丰富。记者综合报道。眼眼管是一种真宝贵的食物哦，也毋过行眼眼管的过程其实真麻烦、真高工哦。咱带乡亲朋友做伙来看卖。当年的寒天若到，用人参干煮红枣茶，也是小小的甜汤，拢是上温暖的享受。尤其传统用茶烘出来的人参干是特别香，不过这过程是不止啊高工。过程的话，大概要6到7天，用文火去慢慢去熏的话，第一味道会进去，第二把那个果肉里面的水分慢慢的蒸散掉，那它的果肉会慢慢的紧实，要 Q 弹。将叶仔甲蒂头随叶仔随个加掉，再搁加倒入去药内底烘做人参干。过程若爱接来加冰冰悄悄的，用火嘛爱真足，安尼烘出来人参干才会又搁香又搁 Q 又搁甜。那刚开始在起火燃烧的话，我们用小的去把它引燃。那引燃之后，我们会慢慢的靠中木材去把火势加大。火势稳定了之后，我们会用大木材去慢慢的做慢火微熏。虽然用甲素嘛会当烘，不过真侪农民也是坚持照传统古法，用茶来烘人参干，就是希望将气味上赞、口感1等1的人参干送入去大家嘴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新港一间做香的工厂哦，因的香拢做成圆圆一圆一圆的香卡，因为真古水、真声人捌，有真侪游客拢专工去翕相，咱么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游客伫咧这么正事件的瀑布沙内面翕相，不过详细看才发现是龟塑的香卡。做香的业者讲，这是以早传统拍香卡的一道工序。这回配合旅店翕相，挑工提彩牌，无想到讲这么受欢迎。因为艺术结合流行，这就是现在人所喜欢的，而且拍照起来真的是很浪漫，然后又好看。那个形状看起来就是蛮吸引人的，红色的，蛮喜气，蛮讨好的。每一束香卡有3斤重，不过只是低价做的原料，无法度摕来做香。师傅讲，这嘛拢是放伫咧架仔顶拍，这回一束一束起来拍，才会伫咧网络顶引起注意。那因为爸爸早期他们腹地因为不大，不是像现在目前我们这个县址早期的腹地因为不大，那用这种绑起来的方式可以节省曝晒的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业者讲，因为这项工厂变做民众翕相的景点，虽然感觉意外，不过想讲前一阵仔民众因为疫情郁住了真久，希望大家来看瀑布草料，心情会当较放松，也顺续了解在地传统的做香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一个赖小姐今年的2月份车祸哦，脚踝变形，医师检查发现讲是肌骨衰位，这肌骨哦是咱人为无肌肉保护的骨头。医师就讲哦，若无处理好势，严重可能就爱甲脚锯掉。经过要8个月手术甲复健，罗小姐总算会当免靠辅助器来行路。今年2月份的一场车祸，对属于倒脚脚目下底迄块骨头，长期嘛突轮去，差一点都爱坐轮椅坐一世人。即卖会当豆豆恢复生活，嘛互伊感觉心情较轻松。
本来想说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想说，奇怪，我的另外一只脚是完全不能动，没有办法，使力，对，就是你完全要辅助的。为电脑短暂的画面，会当看到罗小姐车下受伤了后，脚目下底这块骨头是规个凸轮起，而且医师讲空喙是深到这块骨头看现，伊的伤势是真严重。除了开刀，甲这块骨头搁刷转去原本的所在，嘛甲更紧固定，再搁用负压甲高压上锁来辅助治疗。医师表示，这块骨头有60%是软骨，若受到损害了后，就袂搁生出来，所以受伤的时阵若无随处理，超过5成迄个所在会怎落去，致使规个关节变形。如果软骨不平整，它很容易就会造成它的创伤性的退化。另外它的血液供应会比较不好，血液供应受到破坏，它很容易就会坏死，然后会垮掉，整个关节会变形。医师表示，脚目下底这块骨头是主要负担重量的骨头之一，因为包伫内底，所以这种情形并无较快，可能是因为向外落的力头伤大，所以才会规个走整去。建议患者若是有类似的情形，就要赶紧做检查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东大学甲县政府合作伫2年前成立一间食品升级预备的工厂，来帮助农民做食品的加工哦。也毋过最后嘛是爱送到外县市去生产制作。今年县政府就发予台东大学工厂的证书哦，未来自头到尾生产线拢会当伫台东来完成。台东县政府25去国立台东大学颁发食品升级工厂登记证书。台东的在地农民生产的茶叶、洛神、黄姜啊，还有绿岛的蒜蚵、海盐这农特产品，会当就近来加入升级工厂育成中心，再做升级食品免送到外县市。那我们加入这个育成，它就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的规格设计啊，或是说，可以走出去国际。在台东的工厂生产，那经由这些学者专家的指导，我们的工厂生产如果很顺利的话，在行销上会有很多的帮助。台东大学伫2年前规划食品升级先导工厂，原本是干那会当协助农民来研发农产品，成做升级食品。不过台东县工业用地有限，研发完成就要送去外县市来制作。今年和台东县政府合作，甲旧校区中正堂改建做升级先导工厂，更加升级，并且提拨中央来改税校园的用地，会当来设立工厂的法令，接受辅导设厂的认证，成做全国第一个大学校园内底有工厂的案例。加工厂应该说工业用地非常有限。有工厂登记字号之后呢，就可以往我们的不管是小农或者是微型企业来这边去做一些研发试制之后，那他们可以上到正式的通路。台东大学食品升级工厂，即摆还会当甲农特产甲正做鸡毛卷啊、粒蔗，还有碘丸，拢总25件多元利用的升级食品，创造出有2000万以上的产值。未来还佫打算要研发外销受到阻碍的往来食客和往来升级食品，来甲正做会当保存较久、用途较快，也佫会当行销全世界的多元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有动保团体指出，讲有一寡业者走私，也是非法生产一寡动物咯，用这动物来代替原本合法登记的保育类的动物，一般民间叫做小动物咯。动保团体是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要加强稽查。马拉咸阿梅伫顶场来散步，真少看会发现伊的前脚并无爪啊，因为真正的主人惊伊会攻击人，将伊的爪啊挽落来，煞会互伊无法度爬树。阿梅本地放饲伫家己山区的狗笼仔内，经过动保人士检举了后，去年6月才互送到寿山动物园。花很多的精力去照顾它们，然后就会经常的去观察它们目前恢复的状况怎么样。那当然，我们的兽医群也很努力的，然后再调养它们的身体，然后我们也有搭配一些营养的补充。那阿梅像这只长手狗阿来，也是对台南抓王农场放送来的保育类孟加拉虎阿好，拢是从私人引进了后，主人煞后无能力照顾，才放送到官方机构收容。不过野生动物的困境，毋但只有照顾无妥当。动保团体佫讲，甚至有的人会洗动物，互非法动物计用合法的登记。A 动物死了，那他们繁殖出来了一只新的动物，他就用 A 这只动物的登记人来当做他的身份证，去洗很多动物，让很多根本是来源非法，或者说它就是非法繁殖出来的动物，它在法律上得到一个合法的地位。
动保团体表示，野生动物无亲像鸟，也是狗有注晶片，真恶对查成分，呼吁相关主管机关应该着加强立管稽查，避免不肖业者洗动物，也爱辅导私人游憩的个人，也是农场改善环境，或者动物会当得到完整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三档一届的屏东东港的野王，今年因为疫情规模缩小，只有东港的顶头会当参加。当地嘛有成立一个文物馆，要让民众来了解野王的历史。3年一考的东港野王，会使讲是东港在地的重要大代志。便若举办，当地就约上万人。东港野王祭典差不多自清代开始举办，久长的历史和过程，引起真侪少年人和游客好奇。做旧版40多年的高人红。收集过去祭典使用的文物，打造野王文物馆。因为咱东港有很多人都在问东港以往的那个历史的过程。我今麦就是早期老一辈的教班，以往用过的物件，把它留起来。就是2年前买了这间房子，就把这文物展示出来。这座100年新桥就价值我买200万。另外，还有高人红开20多年的时间，写超过100万字，记录野王历史。规间的文物拢是过去野王祭典实际使用过。高人红希望这间文物馆会当呈现真实的历史和过程。重点就是要给一些要了解的人解说给他们听。你看这楼上到楼下，全部看到的全部都是用过的。这些文物都有历史性。甚至于到日本时代都有。若要参观这间野王文物馆，就要先预约。高人红会亲身解说，带游客看野王的历史和古早文物，希望让大家会当详细认捌王爷的故事，也对东港的野王祭典有深度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泰国经济站因为疫情封锁，餐厅拢量要关门了。最近个饮淡水是真惨哦。来看有一间开伫河边的餐厅，所以用饮水来宣传，讲人客是会当一边浸脚一边食饭，无想到讲阁请来真侪人客。水用一来，食饭食到一半的人客欢喜甲徛起来用手机一直翕，伊也被冲啊倒去，因是发甲更较欢喜。详细看，即款食饭的人拢穿短裤，脚拢浸伫咧河水内面，脚酸坐伫咧淡谷谷的椅仔顶。若是未感觉无舒适，颠倒是真欢喜。ตื่นเต้นครับสนุกดี กินไปด้วยแล้วก็เล่นน้ำไปด้วยครับไม่ครับมันก็ท้าทายดีพี่ กินไปไม่รู้จะลอยไปไหนเปล่า 浸水食饭是一间餐厅的新的服务，业者主题马龙伫咧我万国的暖武里经营和平咖啡馆。不过拄则开无偌久就拄着疫情，有一阵仔拢无法度营业。要总算解封，到月底泰国又果因为落大雨做大水，再加上晚退楼，伊餐厅这个平台逐工拢会饮水，本来真头疼。要是想着讲规气用饮水杀这种回国场景的体验。วิกฤตดั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ลูกค้าชื่นชอบ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ความอร่อยของหมูกระทะ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เสน่ห์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วิวพระอาทิตย์ตกดินริมฝั่ง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ที่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ใครแต่พอมีน้ำ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พิ่มสิ่งแปลกใหม่ไปอีกลูกค้าก็ใช้คำว่ามาทำคอนเทน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เองก็ถือว่าโชคดีที่ลูกค้าเมตตาแล้วก็มองว่าน้ำท่วมไม่ได้เป็นอุปสรรค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มาพักผ่อ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这种回国场景意外真受欢迎，脚浸伫咧水内面，食烘麦冲伫咧画面，通去网络了，大家拢伫咧讨论。即马若要来食，就要先订位才有机会。餐厅逐工提供2个时段，互人客伫咧水位上悬时阵食饭。不过泰国政府讲，水位涨起来时阵也是有风险，我河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齐欢玲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